一體兩面，再釐定個線，一朝變臉，笑有高見，月亮輪廓飄上封面，分開最後嗰邊。Fly me to the moon, to the moon, to the moon, let's 推開這家門，推開門 to the moon, to the moon, to the moon， 只要半年，慢慢進入月亮的背面。陪我這片刻，慢慢進入月亮的背面，中傷完全無方向，先夠薑，作社會脊樑。是但印象，是但路向，永遠放空窗。用我視野，放肆去同尋若相，一體兩面，如何持續正面，一朝變臉。月亮承載最美依點。說到底，我不想說穿，日子翻過那千種辛酸，唯靠掀開每天，為這青春添上封面。月亮像我呼吸，月亮像我呼吸。話我太自私，你也太瘋癲，世界太多變，只思考兩邊。月亮是光，月亮是黑，月亮就快要代替我的心。一個倒模，像對腦海一個夢偶，學人去踏步，追人義務，做最好一生會追隨路，完成選務，為一線路，自我放手，幾本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周身都，對着信號會少錯，一種就是正常，人自負輸出點亮就是慣常，但是普遍運命間都轉向，自從過年而發聲要誇張，力量變重量，另類當漂亮，特異的音樂擾合，將腳放空場。變異兩個變正常，你我試過自定存在意義，報舊是斷纜製造奇異怪事，跳躍放肆戀如像有時，動一喐手指變成趣事，有白切齒，不死亂玩手指，地理目光自轉群絲中似亂挑事，人病向始終醫，而復上無法救時，發笑中失控心表示，黑人中一個失數而無意義，自認真出線晚人命西一致，暴露香港嘅事懷疑原來故事，暴露盡是自用心事，就像多聲道血刺入圈子，必須制止。
仲有一 part 喎，等先。點停咗嘅？剛才因為我耳機聽唔到聲，所以我唔知你講緊咩。大家可以起一起身先，有啲學嘅喺度。我哋慢慢嚟，慢慢嚟，起身先，起身先。冇人啊！呢 part 我都唔信上。突然之間點啊？音樂接唔到落去啊？你咪咁大整好啊！有啲咩特別環節㗎呢個？冇啊嘛，我哋彩排都冇啊嘛。哇！呢陣時好尷尬，陣時。所以我已經冇聲係啱嘅。哦，哇！呢個考我臨咩啊？臨場反應。咁我跳得都幾啱時候，係完一首歌先跳，即係佢都頂到一首歌先跳。我頭先覺得好奇怪，通常説話到此，跟住就個呼吸咁樣，呢個冇啦。大家 hold 住，我見你哋，我就喺度睇你哋嘅眼色，你有冇咩問題冇？我跳一段，冇啦，咁今次早啲翻去食飯。今日早收工喎。我哋翻去同屋企人食冬至飯喎，好嘛？好，咁我哋今日表演正式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走。冇事。原來個耳機係冇聽到。好尷尬。本身好靚仔咁樣，跟住就 hold 住。哇！果然係特別嘅字，係有啲特別嘅安排上邊。我演藝生涯好似都未遇過呢個情況，好似有情表線過。咁但係我哋自己 beatbox 要埋去算啦。説話不呼吸。Hello 姜濤，喂世榮啊 ，Hi， 我第一次 ，Hi， 係啊，咩世榮咩搞緊㗎啦？係啊，後邊嗰啲電，係啊，大家冬至快樂啊！同大家傾下偈啊！我想問呢個真係唔係整蠱嚟㗎嘛？唔係整蠱，唔會整蠱我㗎。係啊，咁啊，而家努力中㗎啦，大家係啊，最緊要大家平安健康，係啊，開心啊，同埋俾多啲力量阿姜啊，唔該。大家呢個。但係我想問跳嗰段係有機會恢復翻喎？大約8分鐘度啦。8分鐘仲可以。係啊，努力中㗎啦，所有同事都喺度。係啊。聽唔到我講嘢。哦，要攞咪啊？唔係，我聽唔到。姜濤。係啊，我而家大家嗌大聲啲啦，聽唔到啊佢。
即係我講嘢佢哋聽唔到。冇啊，聽唔到。唔係觀眾聽到，全部都執下個樣先。我從來未諗過呢一 part 有得唞。我從來冇諗過呢一 part 有得唞，通常都好攰。我冇諗過呢一 part 有得唞，陣間舒舒服服做埋個鏡中鏡佢。哎呀，食湯圓嘛？我喺食湯圓。冇啊！我哋喺呢度食湯圓。低湯圓出嚟。話講笑話，不如喺度食湯圓算。喂，同大家唱下歌不如？清唱，佢哋咪聽唔到我講嘢咩？聽到啊！我聽到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平時都係咁嘅語氣喺度，唔好意思。喂，聽到啊！係啊，你不如同大家合唱啊！咩啊？大合唱？唱風雨不改啊！咦？冇聲喎，連你支咪都冇係嘛？你唔係玩㗎？你係真係冇㗎？真係冇。我借呢支俾你啦。好啊！諗到，即係公司真係好聰明，不如同每一個區影張大合照啊！有冇人有相機 ？Dancer 唔會有㗎啦，好乖㗎 Dancer。台上邊 Ariel 有冇相機？我上嚟。